S Pro 2固件更新之后，又来拍一下试一下，你们可以感受到，其实这个 S Pro 2更新固件之后，它整个的色温表现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。但是远处的建筑是正常的，但近处的这个灯啊，并不是那么的正常。但是我发现这个 Action 6在远处的这个色温并不是很准了，因为它天空变得更蓝了。S Pro 2在这个里面显得比较真实，但是这个路面情况下的话，大疆是显得比较真实的，所以。上下层好像分隔的不是特别一样，然后可以感受一下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场景啊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夜景更新之后的一个效果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因为那个万一被那个人盯，他就看那个材料在特别烫的时候要。